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每日经济报道说王健林开年出售5座万达广场，经营权保留。2025年，王健林的资产处置大戏还在继续上演。日前，天眼查披露了2则股东变更信息，原股东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万达商管退出昆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成为四平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扬州万达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全资股东。这个昆华就是新华保险为缓解债务压力，万达集团转型轻资产模式，近2年已先后出售多个万达广场项目，新华保险、阳光保险、大家人寿等险资成为主要买手。开年以来1个多月的时间内，昆华股权投资连续5次出手，先后收购了宣城、铜陵、安阳、四平、扬州5座万达广场。天眼查数据显示，仅1年多时间，昆华股权投资就已将14个万达广场项目收入囊中。王老板一直在卖他的万达还债，漂亮女儿先嫁，就好的先卖。买家也一样，买家不会傻，肯定挑好的买，挑肥拣瘦万达好像是400多家吧，你这么1年才买14家，而且把好的就是掐尖把好的掐掉了，那后面的怎么办呢？所以媒体他搞不清楚媒体总看见这个动静很大，觉得这万达是不是又要活过来了？是不是万达已经转危为安了实际上是万达越陷越深。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可以在网上搜一搜王老板最近的这个照片可以说已经瘦脱了相。本来年纪也到了快70了，再加上这2年这个万达遇到的债务危机衰老速度已经超过了王石。以前有多风光，以后恐怕就有多狼狈这个事情没有结束当然日子难过的不光是王老板其他的房地产老板都差不多，大同小异中国房地产报报道又一100亿房企将被清盘，房地产企业暴雷破产，叫一发不可收拾说又一家上市房企面临被清盘的命运。2月7日，天域置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域置业，这是在香港上市的00059，透露百慕大最高法院商事法庭首席法官将清盘陈情的聆讯押后至2月20日进行审理，时间的推移无法改变结局。此前该公司已表示不会反对百慕大法院在聆讯上做出的任何清盘令，也就是坦然接受这就是摆烂，就是你爱咋地咋地。创立已有29年时间的天域置业曾是100亿房企中的一员，其创始人于斌虽是中医师出身，却热衷资本运作，与许家印做过交易，一度拥有2家上市房企，只不过其中一家上市公司绿景地产已在2022年退市，如今天域置业也走到了生死关头。2家上市公司有什么？2家都要退市，都要破产清算，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适2024年亏损榜首，就是亏损榜前50名这公司已经出来了，排第一的是万科，亏450亿。2024年亏损榜出炉，万科亏损450亿元居首位，在前亏损榜前50名公司中有13家房地产公司，亏损超100亿的有4家，均为跌幅排前50名的13家是房地产企业，亏损大户那就说明这个救市3年这房企是越救越烂，能救得活吗？万科成立注册资本16亿的住房租赁公司这是万科最新的动向房地产企业、开发企业转型做租赁业务一边盖房一边卖房一边租赁，这个倒是房地产房企转型的一个方向之一，类似于黑石黑石就是做这样的业务。但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和租赁也是2个不同的赛道，你别看都是房子都是跟房子打交道，这是2码事。开发呢是跟政府打交道，从政府手上把地拿过来，然后开发完之后把它卖给韭菜，这是一个模式。现在你搞租赁，不管你是怎么搞，对吧？要么你就是你自己成为韭菜，你把房子买过来，买到你的名下，然后你再往出租，那这个钱从哪儿来呢？一般的这个钱都是募集来的，就是由投资者投钱，他成立这种基金黑石就是这样，资产管理公司的钱从哪儿来的？不是他自己他自己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呢？都是投资者把钱给他，完了他拿着这个钱去买这个资产，买那个资产，就像泰蒙一样他买万达广场，这种玩法和
和开发业务是俩概念。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也不买，我变成个运营公司，对吧？我把你们的房子拿过来，你得跟我签个合同，房子就是房地产银行一样的，你把房子存到我这儿，我来帮你租，哎，这个也可以，这个就遇见了叫自如啊、贝壳啊、链家呀，那就相当于那你万科跟他们竞争，这个赛道已经有好几个巨头在里面。我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万科在开发这一块干得还不错，虽然它爆雷了啊，你在房地产开发这块有经验，但是你到了这个租赁这块，那是新兵一个。好像万科下面也有那个租赁啊，也成立了一个什么，我没记住啊，但那个在这个租赁行业里面还是个小趴菜，也就是万科的转型之路依然是扑朔迷离，不是说我宣布我转型好你就成功了，那这也太容易了。这个南方日报啊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专家解读今年能否买房。专家称啊，房产市场底部清晰，刚需可入市。2024年得益于3季度末的房地产新政策的发力，深圳楼市走出了一路上扬的行情。深圳在热点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表现颇为亮眼。展望2025年市场趋势如何走向？为此，记者采访了多位房地产相关业内人士，就此进行探究与分享。从全国范围看，一季度返乡置业，年后返城，春节前后结婚、学位房购置等，加上去年4季度销售端企稳回升的惯性带动，将带来置业需求反弹，这对于市场销售稳定将形成重要支撑。李宇嘉认为，从全年来看，伴随推动存量盘活、去库存、城中村改造4个取消、4个降低、2个增加、政策组合拳等现有的政策进一步落地，将给房地产市场交易复苏带来更多源头活水。对市场而言，当前热点城市改善型购房者卖一买一，卖旧买新，置换循环已然启动。该循环一旦运转起来，对2025年全年稳定房价、稳定市场、稳定预期意义重大。对于刚需改善购房者而言，现在市场底部越来越清晰，此时入市各方面环境相对友好。一方面，开发端内卷，好房子产品成为增量供给的亮点，品质得到很大提升。一方面，供给渠道多元多样，随着基础设施持续完善，购房者选择面都比较宽，对合理住房需求也颇为有利。他还特别指出啊，如今的房地产市场已不同往昔，过去政策一旦初显成效，民众往往担心房价迅速反弹，就匆忙入市。如今房价并不会像之前那样快速大幅波动，当下市场仍处筑底企稳阶段，但也不会明显反弹。有住房需求的民众不妨多花些时间深入了解市场动态，按部就班实现自己的住房需求。这就是南方日报啊他说的啊，专家称房产市场底部清晰，刚需可入市。实际上还是要小心啊，我一直说啊，你不要赌这个房子底在哪，你得赌你自己，对吧？你抗风险的能力，对吧？你的需求，这都是因人而异。就是我们固有的观念啊，总认为买到房价最底部啊，比如这房子从3万现在已经跌到9000了啊，这是底部，后来它就反弹了啊，弹到1万5、2万啊，那个9000是最底部，我们都希望买到那个9000那个价格。实际上这个是一种理想状态，这种想法不切实，还是看你的抗风险能力。我们可以看一个啊，做电商的一个业主，他是在广州啊，在广州这个城区啊，我不是太了解，他在新塘买的，结果啊，短短的6年啊就返贫了，正好赶上他这个店铺生意不好，这几重打击啊，首付都跌没了。大家可以看视频啊。从155万跌至66万，广州中产买房6年返贫，1平米就跌去了1.1万，确实非常的夸张。如今广州增城新塘的业主都在砸盘式降价，践踏式卖房。李小棠来了的一个粉丝小龙，2016年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在广州沙河附近租房做起了服装电商，生意非常不错，相当于也是个小老板了，一年可以赚个30万左右。那个时候小龙才刚进入社会，从来没想过要买房，直到2017年下半年他有了女朋友，才开始关注广州楼市。当时正值全国炒房热，广州房价也是翻倍的涨。广州沙河附近的房价很高，比如沙河顶地铁上盖的君华尚御就要接近5万1平米，他想都不敢想。而且当时广州市区限购，他也没有购房自制，所以一直在关注外围的佛山三水和增城新塘的楼市。但是三水实在太远，而且新塘还有地铁直达，
所以他将买房目标选定在了新塘。小龙最终锁定了新塘最靠近广州的新塘新世界的楼梯房，这样离他去广州服装市场比较近，首付也够得着。白衬衫也跟他们说，新塘以后是广州的东部枢纽中心，是广州东进的桥头堡，未来的房价绝对会超过4万1平米。听到这些，小龙心里特别开心。2018年4月，小龙买入了一套新塘新世界的75方布体顶楼，总价155万，折合单价2万1平米，首付47万，月供5700。买房后，小龙两夫妻也结婚了。然后2018年下半年，小龙叫了蚂蚁搬家公司，把货物和家私家具从沙河正式搬家到了新塘。小龙的父母在湖南老家，也是经常跟村里的亲朋好友吹嘘自己的儿子有出息，年纪轻轻就在广州买房了，甚至有亲戚直接吹捧他是村里最有钱最有出息的。然而小龙不知道的是，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6年时间转瞬即逝，时间来到今年2024年，新塘房价一路暴跌，根本刹不住车。小龙很多邻居都在财大市抛盘出逃，真的是触目惊心。他小区的类似户型，面积还比他的房子大2平米，成交价居然才66万，折合单价仅8500一平米，相当于小龙买的房子6年亏掉了89万，不止首付47万完全亏掉，房子还资不抵债，小龙简直要崩溃了。然而还有更令人心碎的，他买的房子是顶楼，今年广州的雨水也特别大，居然出现了漏水问题，漏水问题比较严重，做了防水依旧没有效果，现在卖也卖不掉，自住都成了问题。你以为这就完了吗？还没完，小龙的电商生意也出现了大问题，他的网店生意一年不如一年，现在一天才卖几件衣服，根本没什么收入。每个月最痛苦的时候就是交房贷那几天，一想到现在的房价，觉得每个月定期把钱扔进了水里，心里特别难受，而且还要持续24年。他只能依靠之前存到的一点小钱来还每个月房贷和给小孩子买奶粉，无声的压力弥漫在两夫妻的生活中，甚至老婆也被迫出去找工作，帮忙养家糊口出生活费，然后让自己妈妈过来带小孩。小龙跟李小棠来了说，他每个月还房贷就像强制买一个没有前景的股票。小龙每天路过楼下的房产中介，都会刻意避开门口贴的卖房广告，哪怕瞄到眼挂牌价，整天心情都不会好。每次只能心里默念，我家是刚需，有房比没房好，将来一定会涨的。但是时间一长，人心态真的会崩，晚上是最难熬的。今年小区房价刚开始下跌时，小龙总是失眠，一躺到床上就开始算自己亏了多少万，可以买一辆车了。小龙会在夜里惊醒，反反复复盘算自己需要多少年才能攒够89万。有时又想，如果10年后房价上涨了才能卖房，30年房龄的楼梯房又能卖给谁呢？半夜想到这些事情，觉得整个人生好像要被这套房子拖垮了。实际上，像小龙这种房价大幅下跌的窘迫情况，只是广州楼市的一个缩影，整个广州的房价都在大幅度下跌。只能说新塘的二手市场实在是太卷了，不得不说，广州新塘的楼市给我们好好的上了一课，说明了早买早上车的道理已经过时了。现在晚6年买就能节省上几十上百万费用，应该称晚买多省钱，或者晚买真正享受。希望大家远离房赌毒，珍惜自己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相信新塘的房价还将继续回归正常的居住价值，我们拭目以待。有多少像他这样的小龙啊，对吧？有时候当时就头脑一热，没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买了房，现在被深套返贫。不光是广州啊，这个广东的惠州啊，这网上也有很多帖子，这惠州房子免费送，已供6年，每月2000多，这就已经供了6年了，每个月按揭贷款是2000，这房子免费送啊，你只要把他的贷款还上。他说和前任分手，离开惠州，这辈子也不会再回惠州，现将惠州供了6年的房子免
免费送，有缘人只需要每月还2000多点的月供就可以了。房子90多平，3房2厅，毛坯房，一天也没有去住过，这还是个悲伤的故事啊。他说我不是中介，个人有购房记录和证明，中介勿扰。小区特色，小区是苏式园林风格，假山水池幽静，采用惠州首座苏州园林风格设计，书香门第。前往惠州市中心，赣深高铁惠州北站、广汕高铁罗博站都非常近，就交通便利。小区环境优美，游泳池、游乐设施一应俱全。这个故事实际上跟那个广州新塘小龙那个是一样的，就是首付跌没了，然后房子的这个价值小于欠银行的贷款，所以买房要谨慎。说来说去就是加杠杆要小心。我们再看终于有一个地方政府受不了了，开始发购房优惠券。这个我在恒大暴雷的时候是不是3年前就说了吧？要想让韭菜买房，你光这个小恩小惠不行什么银行利息少一点，什么首付降低一点，什么交易契税下降一点，那个都不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发购房优惠券。你看烟台发布宣布一个消息6000万元定向购房优惠券，11日上午9点集中发放。2月8日，烟台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张帅介绍烟台市定向购房优惠券发放实施方案。烟台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等等出席发布会，回答记者提问，真金白银支持群众的定向购房需求，高面值、大额度、精准投放。此次定向购房优惠券精准扶持优质房地产项目群团购购房者和住房以旧换新购房者，优惠券投放总额度6000万元，包括群团购购房优惠券5000万元，住房以旧换新优惠券1000万元。其中优质房地产项目群团购购房优惠券单张面值2万元，共计发放2500张；住房以旧换新购房优惠券单张面值1万元，共计发放1000张。你看优惠券冲抵购房款额度不得超过首付款的30%，一次性先到先得，滚动释放。优惠券2月11日上午9点集中发放，申领时间为2月11日上午9点至2025年6月30日24点。拟购房者可以通过云房展小程序，根据需要不同实名制申领，采取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的模式。申领平台将动态公示剩余可申请优惠券数量，优惠券申领后10日不使用的将自动回收。系统平台每15天集中投放回收未使用优惠券。那什么叫团购呢？你看此次发放群团购优惠券面向党政机关、驻烟院校、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商会、街道办事处以及村民委员会组织的3人以上相关人员。购房目标对象必须是同一项目符合销售条件且经过住建部门认定的商品住房。那这个优惠券怎么流转？就是你把这个优惠券拿了之后，你当你的购房款，对吧？你给开发商。你看此次房地产开发企业所持已核销购房优惠券，可在同一制内市场化转让。就是房企收到这个购房券之后我可以转让给别的房企，它就是钱，就是在同一区烟台的同一个区市场化转让。2026年12月31日前持有已核销购房优惠券的，可在同一区市新开发房产项目土地不动产登记完成后时，向当地财政部门申请兑付。单次各种消费券合计兑付金额不超过土地出让金实缴金额的20%。你看看，大家还记得吧？这个方案不就是我以前说的吗？一模一样。但是这个额度还少了一点。这个购房券你一次只能顶你这个首付款的30%。首付款，比如你这房子100万，首付款是20%，才20万，20万的30%才6万，少了一点。但是这个模式完全就是我说的模式政府给购房优惠券，你自己领，没有什么限制，对吧？你团购，对吧？顶多加了个团购，就是你3个人一起买，还有以旧换新的，对吧？我旧房卖掉买新房的，你就直接去领这个购房券，领完之后你给开发商就顶钱，对吧？一套房子便宜6万，100万的房子便宜6万，然后开发商拿这个券之后呢，干什么呢？因为他到12月31号，就2026年的12月31号才能兑付，那中间还有1年多时间，2年有的开发商等着要钱用，我可以把这个券呢，我转让给别的开发商，那我打9折转让，我就拿到现金了嘛。别的
开发商拿着这个券之后呢，他就统一等到2026年12月31号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找当地的那个区的财政局去兑付。怎么兑付啊？就是你又在当地买地，你拿这个钱去折那个土地款。你看，这不就是我以前说的发购房券吗？我就知道地方政府他已经没招了，你还出什么方案？你还怎么救市啊？除了打折，除了真金白银的给韭菜让利，没辙了。你看政府他也不吃亏啊，他是2年以后再兑付而且拿土地款冲，这就是以时间换空间。他今天把这个购房券发出去了，韭菜就可以用了，但是他给开发商兑付，那是2年以后兑付完了2年以后还是拿土地款折，对吧？我就知道有地方政府要这么干，这是唯一的出路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让开发商，对吧？政府让利10%，你开发商也得让利10%。那这样的话，那对韭菜来说，那就是相当于让利了20%，那他就心动了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对吧？当房价你打折之后，接近他的收入水平，就是这个叫房价收入比，这要合适了，当然就有人会买咱们不是老说房价收入比吗？我们的房价收入比太高这个就不是说利息少一点，什么契税少一点，这个是实打实的让利政府有诚意从他未来那个土地收益里面把利润拿出来。我相信2025年很多地方政府会这么干，而且是一个比一个狠。烟台，对吧？这个发优惠券2万，恐怕有的地方就发5万，有的地方就发10万，对吧？有的地方开发商也加倍，开发商和政府一起让利，那不韭菜得利不更多吗？这么干没有道德风险因为你本身你那个房子房价这么高，是因为你政府前面收的钱太多，对吧？土地款交的太高那现在政府让点利没毛病，时间换空间。那有人就说了，那政府那个钱还不是一个窟窿出来了吗？不要紧，时间换空间，对吧？你其他的产业起来了，那最好这个窟窿就补上了。如果其他的行业起不来，反正3年以后还有化债嘛，接着化这种化债是好事，你总比那个把钱扔在那个大山里面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你花那个债，你还不如花这个债，因为这个是实打实的给韭菜让利。所以说早就该这么干你在全网听那些专业的房产博主讲的，他3年前讲过发购房券吗？政府让利10%，开发商让利10%，政府让利20%，开发商让利20%，我就不信卖不出去。优惠券是一张 A4 纸随便印的，这就相当于政府自己在印钞就自己在定向宽松对吧？他拿个优惠券来赚2年，就相当于地方政府自己发债，服不服？他这个优惠券不就是钱吗？对吧？自己在印钞票。所以2025年希望看到更多的地方政府推出更大力度的、更大优惠措施的这个购房券真正的惠及这些韭菜。你也不用担心劳一说闹市你也去买一套你去领对吧？购房券也不是不发给你，人家房子可没打折房子可没降价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